主啊，2024年4月11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属上帝的智慧。圣经做伙来听读，以为所书第5章第69-21节。毋通互人用空洞的话甲恁迷去。上帝会受气，为着这个世代临到遐个悖逆的人，所以毋通甲迄款人交叉。恁前伫黑暗中，毋久，现在已经成做属主的人，伫光明中，行做着有光明景儿的款式。光明所结的果子是逐款的良善、公义甲真理，着查出什么是主所欢喜的事。毋通参与伫黑暗中咧做无路用的代志，颠倒着甲因暴露出来。因暗暗坎坎咧做的，连讲都见效。一切互光暴露就显明，因为一切显明出来就成做光。所以有一句话安尼讲：伫困的人起来，着对死人中爬起来。基督要甲你照光。所以恁的行为着谨慎，毋通做无智慧的人，着做聪明的人。善用机会，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，所以毋通做糊涂的人，着明白什么是主的旨意。毋通酒醉，酒醉会互恁败坏，反倒着互圣神充满。着用诗篇、圣诗、灵歌对唱，对心底唱圣诗甲诗篇称赞主。着靠咱的主耶稣的名，为着逐项代志，时常感谢天父上帝。恁着用敬畏基督的心，互相顺服。属上帝的智慧。伫当当时，亚细亚的教会，非犹太人基督徒日渐增加，因为安尼，保罗甲伊对上帝得到的启示，也就是有关教会的奥秘，借着批信向因签名，希望因会当认清上帝赐予教会的使命和目标，搁明白教会的起源、性质和见证。保罗伫以弗所书第5章第8节讲：恁以前伫黑暗中，这是指人原本伫罪恶的本性，毋过自从成做主的信徒，现在已经伫光明中。伫圣经内面，黑暗常常互用来指罪，甲黑暗对比的是光，因为安尼。光也常常代表军队基督的人的身份。保罗提醒亚细亚的信徒，爱辨明什么是主所欢喜的代志，毋通亲像无知的人，爱像智慧的人。保罗也捌提醒提摩太爱谨慎家己的教导，对安尼通在假教师对初代教会的冲击。圣经证明，敬畏上帝是智慧的开端，因为安尼，有智慧人会当分辨光明甲黑暗，无知就亲像黑暗，若是智慧亲像光明。保罗伫本批信一开始就讲到，以弗所地方的信徒是有信心、疼心的人。也就是会当接纳无共族群的信徒，也接纳无共性别观点和经历的人。总是咱也看到保罗伫以弗所宣教的时所遭遇的挑战，就是依靠神庙甲社区已经成做互利益共生的团体，毋单单只有用制作神庙模型为业的银厂，著名的社经活动也用庙宇做中心，难以撼动。伫台湾，这个教会也和亚细亚的教会面临
相款的处境。教会往往紧邻庙宇，若是庙埕是社区居民活动的中心，深具社交和认同的功能。教会应该诚做光，照伫需要帮助的人的身上，因为安尼需要用智慧行入居民中间，进而互教会取代庙埕，成做社区居民生活甲认同的空间。教会无应该只有礼拜日对内的信仰活动，更较应该道成肉体进入社区，宣扬福音。教会无应该只有宗教活动，也要甲社区居民的生活产生连结。教会若无具有社区居民会当认同的元素，就真好成做社区中心，只不过是一只存在伫社区，礼拜日有一群人进出的建筑物尔。世间有真侪庙宇，拢毋单单是宗教信仰的中心定，更较常是促进社区居民一切生活的连结。过去，台湾教会和庙宇往往袂合，甚至有的教会要带信徒伫庙前祈祷、驱除邪灵。对因来讲，安尼的行动代表驱赶黑暗邪恶势力的信仰宣告。做事伫现代社会的处境中，咱应该搁较有智慧，努力找到互教会成做社区居民生活生命的广场的切入点，互教会甲人民的日常生活通有所连结。默想，教会是毋是有努力促进信徒甲社区居民的连结？或者干那是为点社区中一只有基督徒伫礼拜日进出的建筑物尔？教会是毋是有努力促进信徒甲社区居民的连结？或者是干那是为点社区中一只有基督徒伫礼拜日进出的建筑物尔？咱来祈祷，想赐耶稣成做世界仰望的天父，我要为着光明临到我，捌是黑暗的性命献上感恩。求你互我有属天的智慧，互我的教会会当光照所踮的社区，互人因着福音得到帮助，互教会搁较通结连伫社区，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